因为这台电一直在了钱，行政院嘛一直在补贴。不过新政府的就任，经济部长郭智慧表示无支持继续补贴，讲台电应该要家己想办法。因电钱敢要起，这审议会开会会个评估。 随着辉达执行长黄玲芬伫台湾掀起 AI 的风潮，外界嘛好奇辉达的 AI 超级电脑中心会设伫倒位。高雄作为热门地点之一，市长陈其迈找到透早参加台湾临港智慧实验室亚拜仪式的时阵，坦白有见过美超伟执行长介绍投资环境，嘛会拍拼争取美超伟甲辉达来高雄。应该是世界第一没有问题的算力的这个部分。 哦，因为从 GPU， 然后到伺服器，然后还有这个机柜，然后这个提供服务。但是我们希望说，诚如黄仁勋董事长所提到的，我们都是台湾队。国际大厂陆续扩大伫台湾的投资，嘛等于用电量的增加。但台电今年亏损严重，爱靠行政院补贴增资，4月阁因为安尼起电价。 经济部长郭智慧找到罗南到高雄的时阵，表示无支持补贴台电。面对电价是不是会因为安尼起价，伊讲甲真保留。这个跟现在涨不涨电价没有正相关。好，这是现在这一次涨不涨电价是由这个我们好像有一个这个委员会，然后再评估涨不涨或者涨多少，不是我能够决定的。 电价起唔哪关系到民生，美国商会公布2024年台湾白皮书，嘛提到电价向上起价会对企业不利，半导体 AI 等国际大厂的投资，互各界关心台湾用电是毋是有够，嘛搁一摆引起协电厂是毋是爱研议的讨论。对此，郭智慧表示，研议爱由委员会做相关的评估，若会使研议，就会请相关单位提出申请，但关键有关伫法令的解套。记者高雄报道。